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信息是接续着前2次的信息分享。第一次呢是今年的1月1号，我们提到了要放下心灵的重担，讲到浪子的比喻，当这个浪子他没有办法放下心灵的重担，在他爸爸的眼前，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奴隶，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你认为你是上帝眼中的仇人，而是害怕来到上帝面前，要放下心灵的重担，让你能够勇敢地跨出去那一步。好像那个浪子，他跨出了那一步，他才能够回到他父亲的家中。而第二个，我们学习到就是所罗门王的故事。所罗门他有18个兄弟姐妹，18个兄弟，就是要继承王位，对他来讲，他是排在第10。怎么算也不可能轮到他来继承他爸爸父亲大卫的王位，何况他的妈妈是外邦人，而且他是一个在淫乱的婚姻之后，所生下来的孩子。原本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身世、不受祝福，但是我们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上帝就会让我们生命起了不一样的作用，就像所罗门王，而神就这样使用他，让他来接续大卫的王，接续大卫的国，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全国迈向最强盛的时期，而是一切是来自于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祷告，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献祭，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不愿意离开。他在那边献祭，献了1000个牺牲，但是他不愿意离去。在夜间，神就在那个祭坛那个地方对他来显现，对他来说话。而神要他要什么时候？他说他只要求智慧，能够去管理神的百姓。他并不是为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梦想、前途来着想，而是看见上帝的百姓的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学习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就会改变我们的心灵，让你原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切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好，意思是说已经给你们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先改变你的心意，专注在神的需要，专注在神国度的需要，专注在教会的需要，老是看着自己的需要，上帝其实已经给你了，但是你根本不晓得，或是你根本没有心去珍惜上帝所给你的。唯有真的我们心意变化而更新，让我们能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在神的面前让神居首位，把神摆在第一。我相信神会改变你的心思，而进而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眼界，让你所看到一切不再是负面，不再是抱怨，不再是苦毒。阿们吗？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是要切切仰望神的美善。我们一起说一次。切切仰望神的美善。在今天这篇信息当中，我们有2个目标。第一个，神的丰盛和慈爱是永不停歇，而且神会不会定你的罪？至少到目前为止，神还没有定你的罪。如果神已经定你的罪，那你接下来人生要怎么办呢？你才10几岁、20几岁，你才可能非常的年轻。如果神现在就已经定你的罪，定你已经的罪状罪条都定下来，那你后面人生那些罪只是这样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还没有定我们的罪。跟你旁边说，神还没有定我们的罪。神是用丰盛慈爱在看顾我们。那神什么时候才要定我们的罪呢？而是到他再来的时候，到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才要审判世人。所以定罪就是在审判台前，在审判的宝座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要来决定罪的时候。所以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都有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来自于神的慈爱。而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学习能够去超越环境。我们一起说超越环境。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环境之下，哇，天气变冷了，我们就开始退缩了；天气变热，我们就开始浮躁了。然后呢，要考试，我们心情就开始焦虑了；考完了之后，我们就松懈了；到开学，我们就开始很烦。然后呢，放寒假之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很爽快。我们都是屈服在环境之下，让环境来牵着我们的走，带领着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更要学习，是我们要能够超越环境。再说一次，超越环境。不论刮风，不论下雨，不论出太阳，不论闪电打雷或是台风，你都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在你的里面，包括这礼拜4、礼拜5要学测的人。如果你要面临人生当中的大考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一个平安在里面？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来看一段经节，是今天的信息，马可福音第1章40节到45节。我们一起来看着荧幕上面，一起来读这个经节。请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都的他来。我们再次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知道神，你还没有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耶稣基督，当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悔改，在你的面前来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接受神你丰盛的慈爱恩典。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一个超越环境的信心，让我们一个不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得了秘诀的信心，我们都有一个得胜的信心，就是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愿你把这样的祝福今天晚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跟你旁边祝福说，神的话要大大的祝福你。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耶稣当他来到世上，他是不是我们在看圣经，耶稣他是不是只救这些犹太人，或是耶稣是不是只救那些过去的历史人物，或是你会觉得说，耶稣我知道他，但是他知道我吗？我听过他，但是他听过我吗？或是耶稣他不过是一个人，就算他是神，但是他真的能够解决我的麻烦吗？或许他解决了彼得的麻烦，或许他医治了其他有疾病的人，或许他赶出那些身上有被鬼附的人，或许他解决了某一些人的贫穷和困难，甚至救了人的生命。但都是那一些人，都是发生在那些人的身上，但是会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吗？当你告诉我说，耶稣他的能力能够复庇我，耶稣的爱能够救赎我，耶稣他真的认识我，他真的爱我，帮助我，那你可以告诉我有什么证据吗？不晓得在你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有没有向你发出过这样的挑战？或是当你身边的人，当你要跟他介绍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在他心里面，他可能就会有这些的疑惑，或是这些疑问。你所讲的可能只是神明当中的其中一个，你所讲的可能只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来自西方的神。但是耶稣他不是来到世上只救犹太人，他是因着救犹太人而将这个拯救借着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到全世界，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台湾人。今天我们学青团契去了淡水一趟，我们是为了这个马街，我们去走马街他过去所走的地方。其实这个非常巧妙，刚好过去这个礼拜礼拜3，我们的查经班和青年的祷告会合并，我们就看了500年前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的影片和这个学习，看见加尔文当时在中世纪的时候，16世纪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推动这个圣经的改革，而且用圣经上帝的话语去改变了一个城市，改变了日内瓦，瑞士的日内瓦，甚至呢改变了一个地区，影响了荷兰，影响了法国，影响了英国，影响了欧洲，甚至还影响到了美国去，然后到加拿大。而在将近400年后，300多年后，
马街在加拿大，也因着上帝的话，因着上帝的感召，他就130几年前，他就立志，他就要到中国来传福音，来做这个耶稣基督的使者。他就来到了中国，然后到了台湾，而到了淡水。而这淡水在这130几年来，他会把这福音传开了，从淡水传到了五股，传到了台北，传到了新店，传到了这个桃园，传到中坜，传到新竹，传到宜兰，一直到今天，我们迦南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边做礼拜，其实都是有迹可循，都是一条脉络。这迦南教会不是从天上耶稣这样从天上这样砰丢一个教堂在这个地方，而是有先人。有前辈，前面信仰的前辈，他们这样一步一步紧紧的跟随，他们没有放掉，他们没有放手，他们没有断开，让这个信仰到今天可以延续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敬拜，真的是上帝丰盛的恩典。跟你旁边说，我们坐在这边是神丰盛的恩典。如果耶稣他只救犹太人，那今天除了耶路撒冷地区，除了犹太民族地区，就不会有其他的教堂，就不会有其他的会堂，就不会有其他的十字架。西方人不需要去敬拜耶稣，因为他只救犹太人嘛。非洲人不用去百万大复兴，不用100万个人决志信主，因为他只救犹太人嘛。欧洲人他们也不用信耶稣，加尔文他也不用宗教改革，因为耶稣只救犹太人。但是今天的福音，神的福音，不仅是世界5大洲、7大洋，通通神的福音都传遍。神在今天台湾，在我们当中，我有这样的教会，有这些十字架被举起来，聚会的地方都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的拯救是要救世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耶稣他怎么救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被他的爱所拯救、被他所经历救恩的人，他就是经历到耶稣的拯救，而他愿意来回应，愿意相信。所以耶稣他知道你的问题，他不仅知道你的问题，他还知道你不想知道的问题。有人想知道自己的头发有几根吗？想知道举手，举手的人可以回家开始来计算。好，可能你还没有算完，再掉下去，你要再重算一次。一天要掉50根以上的头发，你每天都要再重算。但是耶稣连你不想知道问题，他都知道，更何况是你所关切、你所迫切、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变这样？为什么我的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的成绩，或是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我的人生当中有这一些的困难和挑战？耶稣他当然都知道，因为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跟你旁边说，耶稣知道你的头发有几根。耶稣能不能解决你的麻烦呢？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呢？好，我相信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而证据呢？证据很简单，就来自于圣经，神的话。如果有一天圣经消失了，这证据就自然消失。但是这圣经存在的一天，就是这个证据存在的一天。阿们吗？所以你可以等着看，看哪一天圣经会消失。圣经从神的话开始启示出来，到现在它没有减少，反而是诸天传扬神的作为，是这神的话语，好都在传说，都在传扬，好所有的穹苍都在诉说神的作为。所以除了圣经，世界上神所造之物都在诉说神的伟大和神的奇妙。罗马书的第8章37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都没有任何事物。人事物能够叫我们与什么隔绝？神的爱隔绝。意思就是说，你结了婚，你的太太或是你的丈夫可能会离开你，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会离开你，你的孩子会离开你，你的老师、你的朋友、你的笔友、你的 Facebook 的网友可能都会离开你，甚至你最爱的手机、你最爱的电脑、你最爱的 iPad 都会离开你。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不会离开你，神的爱永不离开你，阿们。
我们一起说：神的爱永不离开我，甚至是生是死。前面有写到，不论你活着或是你死了，你死了，神会不会说啊，这个人死了，我不用爱他了？感谢主，他已经安息主怀。不会，当你死了，神还是爱你。死的是那个身体，但是你的灵魂还在不在？你的灵魂还在，你的灵魂只是睡着了。当耶稣来，还是要继续的爱你，还是要继续的救你。所以，不论你是高处的，你是尊贵的，或是你是卑贱的，神的爱都在你的身上。不论你是班上第一名，或是班上倒过来算的第一名，神的爱都在你身上。不论你是最英俊、最美丽的，或是你一个最微不起眼的丑小鸭，神都爱你，神的爱都在你身上。阿们吗？跟你旁边说，神的爱一直都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应许证据，在这一章这一节的这3节当中，罗马书的8章37到39节，这是告诉我们的证明：神永不离开，神永不撇弃，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神永远不会，他说我不爱你，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从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这个人，之前我们看了浪子，然后我们又看了所罗门，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名的人。这个没有名的人呢，只知道他的症状就是麻风病。我们一起说麻风病。很多人可能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过。麻风病是一个皮肤的溃烂的疾病，而这麻风病是会传染的。当你患上了这麻风病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奇痒无比，然后就会开始溃烂，而且那个伤口呢是不能愈合，甚至那个伤口呢，我是从书上看的，我也没有真的亲眼看到。那个伤口呢，它的肉会开始掉下来，皮会开始掉下来，所以人都不能去接近。甚至在当时，耶稣那时候更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所以患了麻风病，等于间接的宣判你的人生报销了。当你患了麻风病，等于间接你不用去找工作了，你也不用去念书了，你也不用再去交朋友了，因为这些人大家都会离开你。但是今天就有一个人，就是麻风病长大麻风的人，他来找耶稣，他找耶稣，他要什么？他或许他要的可能是健康，他要的是朋友，他要的是他过去的生活，因为他麻风病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而是后天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是这个人，当他听见耶稣来了，他第一个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听见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来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当他知道了，他就来求耶稣。我相信，在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麻风病人，到处都有，甚至很多。而这些麻风病人，他们甚至还要集中管理，要被隔离开。他们要在村的外面，另外在一个地方让他们住。他们就可能在一个屋子里面，通通都住在那边，因为他们不用害怕彼此的传染。而且那麻风病，当你这个他是完全没有痛觉的，你去怎么打他，怎么去打他身体，他已经都失去了这种痛觉。所以他的这个身上的腐烂，他完全都没有感觉，就这样渐渐的死去。但是呢，这个人他不放弃，他听见了大好消息，耶稣来了，有一个神的儿子来了，他就马上的跑来，而且呢，他不是只有来，在今天的马可福音的第1章40节，我们看到刚刚有读，他不仅是来，他还跪在耶稣的面前。有曾经跪在耶稣面前的人，可以举手一下吗？好，谢谢。我们什么时候会想要跪在耶稣的面前？我相信，当你会真的想要跪在耶稣的面前，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你想要跪在耶稣的面前，是一个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的谦卑，非常的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我建议，不是到那个时候才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你可以每一天找时间跪在耶稣的面前，你可以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跪在耶稣的面前，对我们有帮助。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加尔文他写了他的宗教改革，他成就的就是整个基督教的思想的教义。所以他把圣经看完之后，他写了一本基督教要义，就是把这整本圣经变成一本参考书，
好，来教导人怎么样来认识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怎么样来认识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圣灵、教会、救恩、罪、死，还有生命等等。加尔文他写那本《基督教要义》，他怎么写的呢？他不是这样子哇，用很多参考书，他完完全全是跪在他的祷告桌的前面，这样一字一字这样写下来的。他是用这样非常敬虔的方式，让他能够心无旁骛，能够在神的面前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跪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我们一起说谦卑。所以当你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你有机会能够跪下，你不用害怕，不用担心啊，不会想说被罚跪。好，因为可能在你们现在这个年纪比较少被罚跪，好，可能早一辈的都认为跪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跪就是做错事情，跪就是一个处罚的事情。好像我们小时候都常常要被罚跪，好，这种跪呢，给我们的观念认为就是跪好像是不好，但是呢，其实跪在耶稣的面前，好，是代表一种谦卑。你可以在你的房间跪在你的床铺的前面。好，你可以跪在你的书桌前面，或是把椅子翻过来，或是我们教会3楼的祷告室，你可以到那边跪着去跟耶稣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抓住每一个跟耶稣相遇的机会。而这个麻风病人呢，他不仅是没有错过大好消息，而且他还鼓起勇气来寻找耶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跪下来了，而他鼓起他的勇气。他的勇气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呢？说，主啊，耶稣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如果你愿意，你能够把我身上这些胎沟杯、麻风病，能够把它除去，这些胎哥可以把它除掉，洁净我吧。如果对一个麻风病人来讲，那么多麻风病人，但是没有人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只被环境，他们活在环境以下，他们看到人家患的麻风病结局是什么？慢慢的死去，可能开始耳朵烂掉，耳朵掉下来；手指头烂掉，手指头掉下来；脚趾头烂掉，脚趾头掉下来，这样的死去。他在环境之下，他只好这样的绝望，但是他鼓起了他的勇气，说：“耶稣，如果你愿意，必能叫我洁净，必能医治我。”有时候，当我们想要告诉人你的梦想，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像上个礼拜牧师在分享这个梦想的时候，在小组里面，我听到有人在分享梦想，有人他敢讲，有人他真的是敢想，但是不敢讲。要你去跟人家分享出你的梦想，你能够讲出来吗？其实有时候这也是需要勇气，特别这个梦想是一个不堪这个不好意思开口。好，是这你的梦想我想要我身上病得医治，或是我希望我家的这个经济的风暴能够过去。有时候你要分享出你的梦想，其实是难以启齿的，是需要鼓起勇气的。而这个麻风病人，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拿出他的勇气，跟耶稣做出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就是第3个，真心真意向他开口。我们一起说：真心真意向他开口。他拿出他的勇气对耶稣说，并且不会害羞，不会觉得很尴尬，觉得很丢脸，而是他完全的希望寄托在耶稣的身上。什么时候你会真的跟耶稣在祷告当中跟耶稣说你的需要，在祷告当中跟耶稣说你的困难是什么？我相信，当你真的愿意开口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最有力的祷告。可能比你去找说：“牧师，你来为我祝福，你来为我祷告。”可能比你去找参加特会，追求圣灵充满，然后为你祷告。当你愿意真的面对你的困难、你的软弱、你的需要，然后跪在耶稣的面前，勇敢的面对他，然后真心真意的说出来，把你的困难、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梦想、把你的期待，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这就是最有力的祷告。阿们吗？因为祷告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心。当然，这些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神人，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是大有能力祷告的勇士。他们一开口，他们一祷告说不要下雨，
好，就真的3年又6个月不下雨。他们祷告要有火降下来，就真的天上有火降下来。他们祷告是大有能力，但是你也可以做到，来自于真心真意。这个麻风病，如果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他的不开口，也就是说你跪在这边，你可以起来，你要什么？好，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他如果不说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帮助。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麻风病人，因为他没有错过这个好消息，而且他也鼓起勇气来寻找，并且说出来：耶稣，你若肯，病人叫我洁净了。然后呢，耶稣说：你洁净吧。好，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然后呢，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马上回应他，所以那个麻风病是立即刻的就好起来，他身上麻风病马上就退去，这些烂掉皮肤就好起来。好，这是圣经所记载。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呢，也没有人能够去否认这个事实。虽然你没有看见那一幕，但是你也不能去否认它。好，所以你不要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我就不相信。除非你去否认它，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你就可以说它真是假的。但是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去否认这一章这一节，这个麻风病人立即马上的被医好，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假的。而这个麻风病人，他也见证，他也亲身第一手的经历耶稣的医治，而耶稣也嘱咐他：好，你只要去给祭司查看，然后呢，就按照摩西的规定献祭、献礼物在圣殿当中，这样人家就知道是神医治了你。耶稣的用意是，他不希望让人家知道是他医好了他，因为耶稣他才刚刚出来传道、传福音，他还必须要走他前面的路。而今天这个麻风病人，只不过是耶稣传福音路上的一个插曲，这个只是耶稣在传福音路上的一个插曲，并不是耶稣刻意要去做的事情，或是耶稣他服侍的目标。但是这个人，哇，他不但是去，而且他还到处宣扬，说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他把我医好了。哇，那个耶稣，他只是一句话说他肯，他愿意，而且他怎样摸我身上的病马上就好起来。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给后面耶稣带来的是祝福还是困扰？好，如果我们看了今天的经节，好，让耶稣没有办法继续在城里面来传福音，所以耶稣只好在外面，在城外，在旷野继续在那边传道。但是也因着这个人他在城里面的宣传，所以大家听了，通通都要出来离开城，去到旷野去找耶稣。上帝还是有他的方法，虽然耶稣不能在城里面传福音，但是呢，上帝还是有他的方法，让人能够有机会来得着福音。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要继续的怎样仰望，紧紧的跟随。今天这个麻风病人他被医好了，好，当然他去传耶稣的见证。好，但是他可以做得更好是什么？他可以继续来仰望耶稣，继续跟在耶稣的身边。我相信他对他人生来讲，如果换作是我，好，如果换作是我，今天我得了麻风病，然后我被耶稣医好了。当我被医好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呢？哇，我可以回去工作了，我可以回去上学了，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去跟朋友玩了，我可以出去了，我终于可以见人了，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世界了。这是你所期待的，你所想的，还是你有更好的想法？我要继续跟在耶稣的身边，因为他所要做的事情，绝对是比我现在所看到的更大的事情。他所要做的，绝对是比我所想的、所求的更大。我建议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把你的祷告，把你的困难跟耶稣祷告，而神也真的回应你之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4个。继续仰望，紧紧跟随。我们一起说：不要马上就享受，哇，太好了，感谢主，神怎样帮助我，我又可以回到我原来的生活。我相信这也不是耶稣好他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他并没有规定说每一个人都要来跟随他。如果耶稣要叫全部人都来跟随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耶稣毕竟还是只挑选了几个。12个最亲近的，然后再挑选了几10个比较 close 跟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办法带着一堆的人来服侍，但是这些毕竟还是来自于我们愿意的心。所以把今天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划成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头脑；
第二个呢，就是要输入正确的思想；第三个呢，就是要设定保护的程式；第四个就是要开始仰望耶稣。好，都是我们非常习惯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语言。好，要 update， 要 input， 要 set up， 要 start。不管你的生活、生命好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你要从今天开始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更新 update 你的头脑、你的思想，不要认为活在环境之下，好，不要被环境所打败。像刚刚我们同工所分享的，可能有的是来自于金钱的压力，有的是来自于人际的压力、关系的压力，有的可能是来自于学业的压力。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不管你要告诉谁，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在人所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好，来大声的说一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再一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对自己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相信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吗？相信就说阿们。在人有一些事情是人做不来、人做不到的，但是在神是凡事都能。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是会让神觉得伤脑筋，神会这样抓头，神会紧张，神会心跳加快，神会开始冒冷汗，神会开始发抖。有什么事情会让神这样紧张的？人会，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永远是超越这一切的一切，所以你要更新你的思想，不管你的困难，眼前的困难有多大，不管你所面对的山有多高，不管你所面对的挑战有多坚硬，好像那个愚公移山，哇，那个山那么坚硬，但是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第一步，更新我们的头脑，更新你的思想，改变它。把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把它除掉。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在神来讲是没有不可能的，在神毫无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而第二个就是要输入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你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思想吗？不见得。我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思想吗？也不见得，只有圣经的里面，它原来的意义，上帝的旨意。好，你不要只是照字来思想，你要去读出圣经里面的意思，那个才是神的思想。输入正确的思想，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去咀嚼、去消化，找出神他的旨意、神的心意，把那个思想输进去。我是神所造的，是不是圣经所说的？我是神的眼中的宝贝，好，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好，有啊，这个雅歌里面有说，好，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国度的子民。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在圣经里面，这是神他所给我们的思想，你要把它输入进去。好，圣经有没有说我们是乞丐？圣经有没有说我们是失败者？圣经有没有说我们是麻风病者、胎哥？圣经有没有说我们是训咖？圣经有没有说我们是那个吊卡不会同不会紧苗？圣经都没有给我们这些思想，你就要把，如果你自己头脑里面就要把它拔掉，要把它 update 更新掉，输入神的话。所以怎么样输入呢？就是你要常常读圣经。怎么样常常读圣经呢？最好方法就是每天的灵修，每天拿圣经出来看。好，你可以从 Facebook 的灵命日粮，或是新眼光读经，或是你可以找灵修的书籍，但是要有圣经神的话输入进去。第三就是要设定保护程式，神的话在你里面，不要再让这些病毒再来去攻击，你就要常常去分辨哪一些不是圣经的，不是合神的，就要把它除去。而第四个呢，就是你要开始仰望耶稣，不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总是要看着耶稣。好，看着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来走，让神来带领我们来做。在2年前，我跟我的爸爸去参加旅游展去参加旅游展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爸爸一直他想要找机会带我们出国去旅游。好，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
好，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好，没有空去。但是后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巴厘岛好的这个套装的行程。那这套装的行程呢，好，想说那是期效可以3年，那我们就3年内再想办法去吧。好，那就到今年我父亲他就提出来，好说，要不要一起去啊？今年的寒假。但是我们原来都没有计划，也都没有储蓄，也都没有存款。好，说我们有这笔钱可以去。好，然后算一算，好，说我们要去哦，算一算，我们一个人大概要花了2万多块。好，那我们家4个人呢，花起来就要10万块。哇，那我们要去哪里找10万块去巴厘岛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就非常的困扰，而且呢，但是呢，只有一件事情，好，就是跟神祷告，然后就是仰望。怎么仰望呢？说神啊，好，我爸爸找我去巴厘岛，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去，好，但是呢，我知道你可以，好，请你帮助我。然后呢，所以我就先告诉我爸爸，好，我们就先问看看，我也没有跟他说，好，跟他说，不行，我们不能去，好，我们没有钱，不要去这样子。所以就是先好说好，我们先试试看，这样仰望，哇，在前后大概从去年底，然后一直到今年1月，好，大概2、3个月，好，终于在最近，好，神就是透过了我弟弟来帮助了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不用负担，好，就可以去巴厘岛，好，但是在这仰望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觉得是学到一个信心的功课，好，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一开始你就说 no。一开始你就拒绝，一开始就说嘿，不可能，无钱是要跟人去什么巴厘岛，跟人去什么佚佗。好，如果你一开始就这样想法在那里面，你失去了什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好，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们每一个人，不要去扼杀你自己的一个梦想，不要去扼杀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想象，不要害怕去梦想，不要害怕去期待。而是要去仰望，开始去仰望，因为神他是丰富的神，他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只要让神来带领你，好，每一件事情，不论是你身上的疾病，或是你手上的欠缺，或是你所遇到的困难，你只要去仰望神，让神来带领你，你才会真正去经历到。如果你只是仰望别人啊，帮我啦。啊，小组长，拜托啊！你习惯仰望，习惯拜托人，你习惯说拜托谁帮我祷告，拜托谁来替我想办法。好，这样还没有办法真的仰望耶稣。你要真正的在你自己的密室，在你自己的房间，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跟神跪下来，跟他开口，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跟他说。不要用想象的心里面默祷。耶稣，你知道了你没有默祷，他早就知道。你这样子有什么做？你这样有什么帮助呢？你只是在催眠你自己。你要真正的说出来，说出来不是说给上帝听，是告诉自己。因为觉得不可能的是谁？是自己，不是神。你觉得那个不会成功的事情，不是上帝觉得他不会成功，是你自己。所以有时候你祷告是在对你自己说，是在对你自己宣告。是在告诉你里面那个不相信的，要除去，要把它去掉。所以当你仰望耶稣，你才会渐渐的有那个信心起来。仰望耶稣，才会渐渐的有那个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无用，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或是像是那个麻风病人当中，觉得自己人生已经乌溜去啊，一片黑暗，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看不见前途光明。我第一次考试失败，考高中考不好，考大学又考不好，我根本就是不是个念书的料。我这一辈子，我看就是只能做资源回收。有没有人生涯规划已经只剩下资源回收？我相信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可是你身边的朋友，可能真的有人是这样子。你要带领他来认识耶稣，你要带领他，因为耶稣能够改变他。还有，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那麻风病人所要遭遇的，泰哥病嘞，麻风病嘞，赶快离他远一点，好，不然会被他传染。或是你常常被人家耻笑，好，在班上，我知道我们的台湾的校园的风气是很糟的，好，可能常常就是会有一些不道德的，有一些不卫生的，有一些不雅的话语，这些话语是有杀伤力的。但是你要怎么样去除掉它？就是你要设定保护程式在你的里面，不管人家怎么样的嘲笑你，人家怎么样欺负你，
但是你自己心里面很知道，我是神眼中所宝贵的，神连我的头发都数算过。甚至如果你在学校遭遇霸凌，你要怎么办呢？霸凌回去，把自己练得更壮，有一天我来报复他，或许可以解决部分的困扰，好，但是那个问题永远会循环下去。还是一样，你要开始要 update 更新你的思想，然后要输入正确的，然后开始设定保护程式，开始仰望耶稣，让耶稣来带领你。耶稣如果要霸凌，耶稣一直被人家霸凌，他也可以霸凌那一些人，但是耶稣完全没有。耶稣是用慈爱、用恩典来回应他们。好，所以我们要剩下的，让我们回去来看，你怎么样改变你对神的想法？神是不是在天上已经定好你的罪？一开始我所说的，你是不是觉得神已经开始把你的罪一生的罪已经开始一条一条记下来，然后所以你在上帝面前就是那个等待犯错的人。我觉得就像是在伊甸园里面那个用树叶叶片遮着身体的那个亚当跟那个夏娃，你是不是就像那个亚当那个夏娃，在上帝面前躲起来，怕被上帝看到，然后还要用叶子贴满了全身，好，然后说好，甚至上帝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说我怕被你看见，只敢露身，只敢出声音，但是不敢露脸。你是不是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是罪，很正常，但是其实是很不正常。每一个人都有罪，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正常。每一个人都不正常，但是当大家都不正常之后，他就变正常。但是在上帝来看，他就是一个不正常，所以那是罪进入的世界，影响了人，让人活在罪恶以下、羞耻当中，对神有错误的看法。你有没有？我有，我曾经有，好，现在可能还有，但是我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我要不断的输入，然后我开始设定，然后我要开始 start 去仰望耶稣。好，让耶稣来帮助我，让耶稣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不再去靠别人的帮助，不要再去等候谁啊，你可以帮帮我吧？谁啊，你可以救救我吧？你总是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耶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让神帮助你，而想到就是要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帮助。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祷告来成我们的决志。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找到我这一个一无所有、人生经常遭遇失败的人，让我再次被你的恩典与慈爱所充满，享受你赐给我的真喜乐。我不再逞强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你的能力来过得胜的人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金句告诉我们，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句话是从一个不能生育的阿嬷，哇，90几岁已经当阿嬷的身上所说出来。但是呢，当神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觉得怎么可能？我已经月经几十年前就已经没月经了，叫我生一个孩子。我老公亚伯拉罕高早高会，好，他都快要100岁，我们怎么生啊？而且，但是上帝说要有信心，要仰望，出去你的帐篷，去看天上的星星，你的孩子将来就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多。今天神要叫你像亚伯拉罕一样，你不要觉得不可能，你不要觉得你的人生就是照这条线之下，超越环境，超过这条线，超过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自己，上帝要帮助你。我们再次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主，你的话语是宝贵，主，你的救恩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所换来的。主，你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有许多信仰的前辈，有马偕，有加尔文，有在每一个世代、每个世纪当中，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不断的延续对神你的信心，对神你的思想。主，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要继续用你的思想来塑造我们，
改变我们。主，让我们在今年的旧历年要结束之前，我们要进行我们属灵的大扫除，把那些负面的、灰暗的、认为不可能的、认为自己不好的、卑贱的、这些羞辱的，都要通通把它从我们的里面除去。亲爱的圣灵，我求你来，在我们当中来动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主，你若肯，你必能叫我们洁净。主耶稣，你若愿意，必能叫我们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话语洁净，我们的眼目洁净，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要洁净，我们的整个人都要完全的洁净。主，你愿意，主，你愿意。主，让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丰盛的慈爱。主啊，让我们不是只看地上的环境，不是只看地上这些的挑战。主，你必定要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未来这一年，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每一天常常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保守，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以及从天而来属天的智慧与思想，还有神慈爱丰盛的生命加在你们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